廣西一名女子早前在自己網購的20個玩偶套裝中，意外發現其中一個玩偶的眼睛內藏有鏡頭，讓她十分震驚且害怕。她事後與商家溝通，對方承認店內確實存在附帶鏡頭的玩偶，但聲稱並非本次套裝所包含的，應是在出貨時可能被員工錯誤混入。事件曝光後，相關網購平台已對涉事商家商品進行全線下架處理，不過外界仍擔心有暗黑產業存在。平台方證實已下架所有相關商品並關閉店鋪，商家頁面目前也已不可搜尋。梁女士強調，事發時她感到震驚，擔心涉及偷拍設備。目前相關情況仍需官方介入進一步調查，同時平台客服未透露後續處置細節，但已確認涉及商品全數被移除。梁女士則稱會持續關注後續調查結果，以保障自身消費安全。